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名。我不就碰瓷儿了吗？这事儿不赖我。你还敢狡辩啊？你以为你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了吗？爹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皇上吉祥。免礼。启禀皇上，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，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，请皇上明察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。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官，此事不能忍。皇上，深都郊外有一块很好很大的田土，说好了是公平竞价，结果龟儿子张家利用权力打通了上下，把那块地低价卖给了九王。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不能忍。接着说。杨家公子杨涟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菜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横行霸道，不能忍。九弟呀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？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？听说了。现如今啊，皇后和杨延那儿，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商量此事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以我对皇上的了解，他若真的想办我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、如瓮中之鳖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九弟，此茶为何如此之酸啊？我喝的是醋啊。醋？心中太酸，只能以酸攻酸。九弟，你的口味真是重中之重啊。